不如今日講下咧，兩位嘅造型方面係咪特登配搭過咁出嚟嘅咧？揀之前係冇嘅，揀咗之後就發覺原來自己係襯到咁樣咯。我哋兩個黑白無常咁樣。我哋好怪㗎，我哋係上年去釜山開始咧，即係世界首映開始咧，每次去咩宣傳啊、電影節都冇襯到嘅，但係最尾嗰套衫都幾夾。係啊，都會唔小心襯到係型㗎嘛。咁不如講下啦，兩位如果今晚能夠成功獲獎嘅話，會第一時間多謝邊一位咧？我諗係第一時間會多謝自己媽咪咯，因為始終呢套戲係講母親嘅，咁所以而且我母親亦都令到我係有更加接近到嗰個角色，所以我得獎，如果得獎嘅話，好大機會係因為佢。我都係會多謝屋企人，即係因為我諗都係啦，呢個戲就係講即係屋企人之間嘅 bonding，即係點樣係互相嘅扶持啦，互相去勉勵咁。咁當攞獎一定會即刻諗起，自己一路以嚟屋企人點樣去支持自己嘅。嗯，好咁啊，唔該晒兩位先嘅，希望可以及早慶祝啦，好嘛？